新竹县新埔最近这几档开始种蚵药，望讲提升地方农业的经济价值。目前大概是种20公顷。今仔地方的发展协会办体验的活动，邀请青人做伙动手来洗蚵药。好，瓶子不能带走。那我们说了，大概有15分钟之后。囡仔用手拿来拿去，免偌久时间，蚵药渐渐减重。有阿公阿嬷专工带孙来体验洗蚵药。囡仔讲，原来平常时食的蚵药就是安尼洗出来的。我第一次洗爱玉摸起来软软的，好玩吗？好玩。这两天吃的话要冰冰凉凉的 ，Q 弹有劲，哎呀，不错。新竹县新埔地区栽种蚵药的面积约20公顷，但年会当生产5000斤的蚵药。为着要推广地方特色的农产，邀请就青人做伙来洗蚵药。我们从8年前就开始去培育，然后至少我们就请我们一个专门育苗的好朋友，至少到目前育苗10万株以上的啦，将近有20公顷，目前产量超5000斤左右。专家把利用机会伫现场教民众安怎看出蚵药真也是假。那个天然的话，它颜色比较浑浊哈，还有放一段时间静置，它会稍微出水。那假爱玉它就完全不会出水，一直摆时间再久它也是 QQ 的啊。那然后呢，天然的话，它这个真爱玉就是你这个取一杯水，爱玉冻放在水中，它会浮上来，浮上水面。那假爱玉它就是沉水底。理事长讲，蚵药除了是台湾的特色产业，其中更有丰富的植物性纤维。一般适合蚵药生长的温度是25度至30度。今年受到天气影响，产量有减淡薄仔，不过品质完全无受影响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